我係泰迪，移居吉隆坡10幾年，開咗3間餐廳嘅香港人。今次應亞洲頂尖名人獎嘅邀請嚟到廣州，參加佢哋2場名人交流宴會，認識咗幾位唔同行業界別嘅頂尖名人。大家閉門分享咗好多生意上、網絡上嘅各種特殊經驗，估唔到仲馬上幫我哋安排咗一啲協作關係嚟解決問題，深深感受到聽君一直話少行冤枉路呢句至理名言啊！話說回頭，真係唔好以為呢啲名人同自己冇乜關係，喺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都可能同佢哋息息相關嘅。就係今次認識到嘅南廚宗師鮑魚天王歐錦和師傅。先唔好提師傅有幾巴閉，淨係講佢徒弟唔少係飲食界裏邊嘅超級猛人，主理米芝蓮餐廳已經係濕碎嘅事。同師傅傾咗一晚偈，梗係學咗唔少嘢啦。最後師傅仲邀請咗我參加佢哋嘅1口半乾包嘅私房盛宴添啊！雖然我都算食遍江湖，但係講到1口半乾包，正所謂千金難買1頭包，真係可遇不可求。你有錢買得起，都未必有師傅夠膽幫你做。今次亞洲頂尖名人獎安排嘅交流宴會，講真唔係講笑，真係獲益良多。無論係有關生意運作嘅技巧，打通各行各業嘅人脈關係，品嘗難得一試嘅天下美味，完全係豐盛滿足咁返到嚟吉隆坡啊！嚟緊我會嘗試拜訪各行各業嘅名人，希望可以繼續同大家分享啦。